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网络有流传郑文灿甲一名女性去开房间影相，郑文灿已经出面驳回，讲唔是本人，也要告这乱传影像人。昨日的苏花路路有拖拉机造成141伤，今日新北市要拖房车南马孔发生车祸造成伤亡。有媒体录在今仔昨早起的走去梁振宁家厝内面，市政府的这外包商掠一个摔死去，农业局驳回，讲这唔是趣事，是去互人惊死。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逼出含中国一位女性有外言了后呢，即马伫网络顶头也出现这体型真亲像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影片。这影片内面的查甫人是含一个女性去饭店的房间内面。昨郑文灿已经亲身说明，今仔日伫面册顶头也驳回，甚至讲要请律师来提告。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态甲消停。副院长昨天在第一时间呢，就公开接受媒体的专访对外说明我希望呢部分的少数人士呢不要对这件事情呢带多加的影射。郑文灿伫面册顶头强调，这网络流传的影片已经真旧真模，4段影片拢是无间时间去接起来。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也特别强调这特点唔是伊本人。目前已经透过律师提告，要追查这影像的来源。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逼出有外言，昨透过面册宣布要退选。本地高雄立委有8席拢是去互民进党提去。即马这赵天麟退选了后，是要啥物人来接呢？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尊重赵天麟退选的决定，也因为这个选举特别到会找经营在地少年世代政治人物。原定2时早起受访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一直到下晡2点半才出现。对国民党质疑伊婚外情、恐惊牵涉国安事件，伊也对方卖转移话题。伊讲处理去唔对退选来表示负责，愿意接受调查来检视，也欢迎请国民党立委比较办理。不管是从党的态度、党的调查、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的调查、国安调查，我都非常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也很愿意约马文君委员一起。好，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么做？赵天麟表示，婚外情了退选，和民进党高雄立委的选情搁再增加变化。原本民进党立委8席想要全部拢调，老世峰已经讲问题退选，换共选区的议员李碧嘉参选，选情不到3个月，第6选区一个认真来换将。我们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市长陈其迈尊重决定，会甲中央党部讨论，对着亲力经营少年世代政治人物来做评估。天麟委员有难，我勇于承担，义无反顾。尊重党的决定，我也会尊重永联会内部的建议。然后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都准备好了。看党中央的安排，然后我们作为党员，一定都是会一起努力。高雄市选委会讲，即要伫9月13进前，设置高雄大满4个月，拢会使参选立委。新生代共党议员像是黄文嘉、郭建明、黄捷拢被点名，是毋是参选态度拢真开放。也毋过局系简焕宗、加资深议员李教儒直接表示不选。八最高议员的观光局长高敏林加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被点名。地方也希望党中央尽早推出遴选化解选民的条件。不管是协调好、征召也好，那尽快的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可以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赵天麟虽然退选了，但是他涉及到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有没有泄密之嫌，我想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基层爱中央赶紧来决定遴选，要拼揪掉这一席。江选区竞争对手陈美雅是爱相关单位查清楚是不是不法。赵天麟就算是退选，造成的政治效益也是无法度来平息。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甲立委的选举伫明年1月13开始，中选会下晡伫台南举行这投开票听书模拟演练，也模拟当着恐吓有问题报告，甚至是有民众伫遐录影翕相发生火灾，这个状况要安怎处理？工作人员请暂时退出。不便报告出现伫投开票所，选务人员请警方确认无误，随暂停投票定时将人员撤出。我请警卫人员协助收证。另外一个周边是投开票所疑似有恐吓选务人员的字条，将其他选举人引导到其他款票处了后，一一排除连续状况。针对击败总统甲立委选举，中选会模拟几项突发状况，互选务人员及时应变。因为中选会接到消息，击败选举，警方设立恐惊全面介入。2024年的选举。境外的势力一定会全面的介入，所以咱每年的选举其实是危机四伏。2月1号这场模拟要求演练投票所环境，民众伫投票所4区围30公尺内翕他人投票，会安怎应对？要确保投开票过程无失误。选票的印制，或者是选举公报的印制，包括立委在。公办证监会的发表，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家都要特别注意。总统大选真受关注，有受刑前声称伫监所设投票所核准，中选会提出控告，李金勇也说明，法律甲执行面拢有待讨论。我们循上诉抗告的程序，希望能够来得到解决。但是呢，一旦法院的裁定或者判决，他确定了，那选委会。包括法务部，我们都会根据法院的裁定来执行。中选会也强调，会依据法律裁定来执行，待等结果出来了后，再甲法务部讨论后手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台高顶线新澳磅坑昨是有几落台车拢做伙，造成1个人死亡，11人受伤。这拖阿旧驾驶也互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检方问话了后是20万交保，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随时上这段路的伫咧磅坑的前后也是冤冤恶恶，伫咧2021年和16年的时阵，拢捌发生真严重的车祸。地方也呼吁讲，希望这疏花案就要赶紧完工。山桥车架地边的轿车，互警方扣押，但检察官勘查。苏花公路台九定线新澳磅坑只是发生山桥车连环烧弄，致死1死11伤。工程人员无用清理修复，24暗时顺利恢复通车。真侪伤者当中，还有一个细地重机技师，医院带去观察。现场的死者检方会伫自我受险，会发生这重大事故。肇事的现场的驾驶讲是因为精神无好误神，才冲撞头前车，互警方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到新澳隧道北上发生多部车辆追撞交通事故，详细肇事原因等待警方后续厘清。这是苏花公路东澳甲南部第一摆发生重大死伤事故，2011年就因为游览车弄山壁，6人死亡。2016年共款伫新澳磅坑上发一个小客车驾驶酒后驶车，伫弯道车速伤过紧，并且弄山壁，4个人死亡。地方认为这路段真弯巧，尤其新澳磅坑短1公里，算有大弯道，才会发生事故的主因之一。呼吁疏花案赶紧完工。因为那边很直嘛，会不会误以为是说那边？可以加速，所以这一段我们还是觉得说那个疏花案赶快做一做综合规划案已经送到部里面待审核，那环评的部分也送到部里面在审核。这事故也互疏花案什么时阵因完工引起关心。疏花界工程处讲，综合规划已经送交通部审核，年底送环境部审查，若顺利2076年就应动工，2032年就应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呢发生2件大型车的车祸，一个是拖帮车的驾驶，伊驶车的时阵煞伫咧细神，规台车就弄起哩这时间的位置啊。另外，还有一台是南马孔的驾驶，伊驶到一半煞向并车。亲像这款大台车发生意外，拢会较严重寡，要安怎做一个管控呢？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检讨回分制度。一块白米啊，甲规涂骹，沿路是也滚啊公手，车头拢弄歹去，挡风玻璃也拢破去。2月透早5点半，司机开车载上清包的米去送货，
开到这台北大学附近，因为精神无好，弄到时间为难，运动民众经过也受到影响而受伤。行人双膝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为0。阿摩托车坏伫路边，警方到场来管制。同一天换一个所在也传出车祸事故，一个40岁查甫人早起10点外开阿摩托车经过新北市的新店，伫新湖路这个所在向阳并车，司机当场煞无喘气心跳。救护人员到现场来急救，最后也是伤过死亡，并且事故也造成一个记录人骨头断去。只是这大型车交通事故前日就发生，婚姻甲苏花路龙这几天更加连续出现游览车甲山石车严重车祸。交通部长王国材就讲，检讨大型车调回训练的制度。我昨天大概做一个检讨哦，就是说对于像这一种连续有这种行为啊，超速或是这种行为的哈，除了现在的这个我们记点制度以外，我是觉得可以就他们这种连续犯的行为。不一定要3年回训了。原本的制度要求营业大客车的司机每3年调回训练，包含行车安全、交通法规、造成事故预防处理等等，爱上6点钟课程，并且通过这测验，调回训练才算完成。不过，爱对这个司机最更加有效的行车管控，无摆拄甲现行的制度加严，对课程内容才面向落手。他如果没有回训没有完成，他必须要回训完成，才能做后面的一个营业作为。后续就是看相关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不管是包含他的一个课程的内容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或许也有可能纳进来做一个研议。就惊敢若靠调回训练，无度解决全面的问题。立委也质疑，这个司机所属公司无落实督导责任，也是使伫评鉴提悬分。交通部讲会检讨游览车安全评鉴的项目，对业者爱负责责任，预计3礼拜内提出书面的报告。记者宋合报道。有一只梅花鹿昨早起呢，走入去台中龙井人家厝内面，处处通报市政府了后，这外包厂商来到现场，先用锁啊，把这梅花鹿的颔棍扣咧，想要甲用拖的，却拖袂走，想袂到呢，这鹿仔来当场死亡。民众也怀疑讲，这梅花鹿是去互吹死的，不过农业局认为讲，这只鹿仔是去互惊死。这查甫人提锁啊到这大厝徛家，将梅花鹿颔棍脱掉咧，要解拖走。不过梅花鹿想要滚走，最后不幸死去。救援行动3过失败，所在位伫台中市龙井区，民众翕到这相片抛上面册地方社团，引发议论。如果是要抓了，当然是用，因为大部分应当是要用麻醉的方式，先把它麻醉，后续要带到政府机关，后续要怎么样来处理是比较 OK 的。代志发生伫20早起9点左右，梅花鹿走入去当地一个徛家，处处卡1999专线通报。台中市府以外厂商随后到现场，想要甲伊牵走，梅花鹿却是当场死去。民众怀疑是娃娃放地死，拟定讲乃无爱使用麻醉的枪。农业局讲，委外厂商无授意，无得使用这个麻醉枪。另外，这鹿仔当时被野狗一直入，外表已经有受伤的情况，敢若因为伤过惊到，昏去才向死去。要求进一步来查清楚这个死因。欲引导梅花鹿回到野生动物生态圈，但到场后发现梅花鹿体表受伤，后续疑似因为休克而不幸死亡。研判受伤原因可能是野狗攻击导致。那梅花鹿比较胆小，所以通常都会是使用麻醉枪或者是吹箭的方式进行麻醉治疗之后，再评估进行野放的动作。那在野外的梅花鹿通常不会用绑鹿手的方式来进行捕捉，因为这样子对人或梅花鹿都很危险。东北团体认为讲梅花鹿真无胆，用锁甲伊套着头壳，对人甲鹿仔两方面拢真危险，应该使用麻醉枪，也是吹自己麻醉，带倒来治疗了后，才该放死。地方政府应该制定标准作业流程，并且互特训人员有专业训练，才袂因为经验不足造成遗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对今年8月，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安理会拜二召开会议，这秘书长古提瑞斯谴责加沙战争违反着国际人道法，佮讲到这巴勒斯坦人过了10年来就爱忍受以色列的侵占土地，引起以色列大势不断，要求秘书长就爱随落台。目前这加沙地区是欠物资佮欠电，真侪病院拢无法度运作，连这难民营也传出有真侪囡仔破病。
庇护区台湾急救嘅步旁，真侪家庭客伫小小空间度日子。随着以色列增强对加沙走廊攻击力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南撤，造成难民也负担沉重欠物资，民众面临健康风险。الرمل تحتنا الأولاد كله أمراض صرنا اللي بكح اللي بيسعل اللي ساخن بالليل 平夜情况也不乐观，大量互空袭受伤的人涌入，伫加沙地区互以军断水断电，医护人员只会当用手机光源照射，才有法度进行急救。这样凄惨引起各界批评，真侪西方国家拢呼吁人道停火。联合国秘书长是谴责加沙走廊的情形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Let me be clear: no party to an armed conflict is abov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古提瑞斯进一步表示，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攻击，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自从过去56年，巴勒斯坦人忍受未当喘气息的占领。虽然这块不完未当作为哈马斯的攻击理由，也不过巴勒斯坦人也无应该受到集体处罚。也不过这段言论却点到以色列落火。You are tolerating terrorism, and the SG is blaming the victim, and I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must resign. 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做好地平线准备，一旦政府下令就会进攻。另外一方面，各方用和平主义伊朗的行动，伊朗方认为长期资助哈马斯。美国国务卿利时警告，虽然目前无意甲伊朗交战，那美国人员受到伊朗也是其他代理国家攻击，美国会采取反击行动。那伊朗是否真涉及哈马斯的行动，更加批评美国甲以色列同谋，造成冲突恶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呼吁这场17天的冲突需要随停火。公司新闻纽约编译。巴西大城市纽约治安是真歹，最近有一名乌道民兵组织的头人，互警方断视了后，伊的脚脚仔上竟然是去放火烧35台公车，还有火车，造成当地大众交通是无法运作。当地政府已经抓到12名嫌犯了，那这纽约州长是请求中央政府爱协助，做伙来打击毒品，还有枪击的乱象。大火，互规台公车拢着火，冲出来的乌烟是一直关到要到天顶。旅游的街仔路8日至少有35台公车和一个火车，互故意放火烧了了。这么大打犯这种暴行的，就是当地上大的民兵组织。O crime organizado não ouse desafiar o Estado. Nosso plano de contingência já está ativo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Todo o contingente da Polícia Militar,da Polícia Civil está nas ruas. 旅游这民兵团一般是现任和前任警察组成的，因一开始是为着受到贩毒集团欺负的三只社区去设立自卫队，但后壁却变做去做真侪无共活动的犯罪组织，变做当地上大的安全威胁之一。这摆小公车就伫个警方甲民兵领袖的孙拍死了后发生，看起来就是咧报复。É nosso compromisso, eu já tenho dito, prender principalmente os 3 maiores líderes do tráfico e da milícia do Rio de Janeiro. 目前旅游的警方已经抓到12个放火的嫌犯，州长是主张讲，以犯恐怖活动罪，甲严加处罚，而且宣布讲入去到3级警戒，呼吁民众和游客要注意安全。根据报道，旅游的民兵组织已经掌控超过半个市区和散者人多的所在，佮和毒品乌帮伫旅游的西部在抢地盘。双方最近的冲突就发生伫3礼拜前，一个医生洪准是民兵的成员洪台死，为了防止暴力继续出现，旅游的州长紧急向中央求助，希望军方帮助监控，防止武器、毒品入来遮。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我们是当编译。世界经济论坛连续14年，甲冰岛评论做是全世界性别平等程度上介悬的国家。不过，伫冰岛的女性也是有这薪水平男性搁较少的现象。昨呢，就古罗办的冰岛女性响应女性休息日，这是冰岛第2届的女性罢工日，连前后任的查甫总理也拢做伙罢工。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甲非职员性别人士24日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响应贸易工会发起的女性休假日，无论薪水阶级、职工甲家庭主妇，拢行上街路，希望借罢工唤起社会注意，来终结性别造成的薪水不公平，甲冰岛女性长期遭受暴力威胁的传统恶习。冰岛总理佮带頭參加。Já, ég laði niður einn formlegur störf þó maður sé svo sem alltaf á vaktinni, eðlilega, en
Ég geri það til að sýna samstöðu og það alveg magnað að sjá samstöðuna hér.这场罢工是冰岛1975年以来规模上大女性走路运动。48年前同一天，将近90成女性放下工作，行上走路抗议这场歧视。今年，冰岛国会通过保障性别平权的法案，加做女权运动的一大成就。我做过部会首长的现任冰岛议员指出，这场活动承续以前人努力，强调平等、自由和正义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异。This is a message here from Iceland. We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 united.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men all over the world. All gender, all over the world. We need to unite more than differ. 罢工影响市府学校医疗体系和服务业的运作。59间急诊中心甲幼儿园停办停课，店头打出暂停营业的标示，表达对活动的声援。根据冰岛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男女薪水差距均数是10.2%。冰岛虽然是连续14年得到世界经济论坛评选是全球性别平权程度上悬的国家，不过倡议人士指出，冰岛女性遭受暴力威胁的事件并无安尼消息。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真良心肝火望见爸母因做中国间谍的代志是一直逼出来，有一名姓刘的空军退役上校涉嫌吸收几多名军官试探军情，法院今日依照为大陆发展组织罪等，改判刑20年。也那吸收名单内面呢有一对军官翁仔某，涉嫌利用这机密文件贪换上百万的金额。当判这位军官19年6个月，也那伊的太太是判20年6个月。立即回转脱离。行为领空安全，国军真拍拼，也毋过一名姓刘的上校为空军退伍了后，颠倒改行做强谍。涉嫌吸收7名现役军官替中共试探咱国的军情，法院2以为大陆发展组织罪等判刑20年，没收犯罪所得1760万，吸收的军人名单，搁较看到军官翁仔某同技术伫外口欠效，只要交付基本文件，就会当换每一笔相关10多万的空米奖，也双双重判19年半甲20年半。除了军官之外，连文化部也传出内鬼，公务员逼出论做强谍。详细看过作，伊是王族文化中心科员陈德文破案，互检方发现几啊年前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海南旅游，熟悉对方的官员了后，替中共探寻中毒证据。涉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刺探、收集公务秘密，侦查后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方姓被告等5人。会当甲中共国安单位牵条线，靠大商方向廉局翁仔某牵线，翁婿作为海南省大资企业协会营副会长，涉嫌替中共伫台湾发展组织，然后吸收精神业者、帮派成员，搁较找人想要拍伫变电会中心，出伫独派人士动向，检方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将5个人提起公诉。涉案的科员已经伫网状单位服务真侪年，今麦方查出涉入强谍，文化部以文字回应调查。到伫今年的8月调查资料迄天，已经将伊停职，即马也移送顶界。对方渗透试探证据，已经为军官到公务员、公部门安怎会当无金心力？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的副市长当日向中国政府查税金，各大办件表示，这调查是正常的执法行为，也强调台湾企业伫咧趁钱时阵，也着爱承担社会责任。学者是认为讲，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当日进行独立参选总统的联署活动，中国出手呢是要来政治干涉，这意思是真明显。除了要经过郭台铭，也要下镜台上。鸿海伫中国的旗下企业富士康最近传出，予中国官方稽查税务用地。国台办25头一摆证实讲，对所有企业拢是相关的税法，调查是正常的执法行为，只是大商投资。不过表明，台湾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台企在大陆分享增长红利，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鸿海是维持利益的重要信息说明，表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相关作业。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在进行独立参选总统连署活动，更加嘴巴讲到要甲郭文铁合作。就中国早些消息解出来，以公开活动减少。学者认为，中国这时阵出手，政治感悟的意味是真明显，想要来影响大选。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下架民进党当中扮演好他本身具备有的条件跟能力，那就是金主的能力。这一次的选举，中共面对台商的思维上是威胁的成分居高，补助或者是补贴或者是协助的成分是下降的，跟过去完全不太一样。吴小弟认为，除了经过郭台铭击败副署康甲进前亲民进党大商和调查案件无啥共款，中国可能对着台湾选情感觉焦虑，想要采取拖延的战术，伫大选进前合作大商，卖接触政治，打着红线。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别出外言，宣布退选。那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今日伫中常会是要求全党唔通忘记初心，也强调这言行唔是款党纪的处理。那讲到这个拿白合到打是无进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讲会用上界大的耐心、诚心甲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郭文哲也会当安尼生做。民进党高雄市的立委赵天麟方逼出婚外情，宣布退出2024立委选举。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5伫个中常会时要求全党莫忘记初心，讲若言行失事，一定用党纪严格处理。党员言行失序不符合社会期待，党中央必定严明党纪，不会因为了要国会过半，或者是为了要保住任何一席立委的席次，而牺牲本党的原则。2024大选是愈来愈近，但拿白合嘛是继续吊伫遐。对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讲，会用上大的耐心和诚心、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郭文哲安尼做。还有伊嘛伫面册发文发话郭文哲，讲若要互台湾赢，都袂当干那想着家己，希望郭文哲会当让步完成拿白合。他绝对不能变成淘汰赛，他必须是组成一个连队，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的建议要换将、要淘汰、要讲别的人，绝无此事。一罐砒霜喝下去会死，那时候那喝半罐就可以，还是死掉。人家设73个投票开手，投开票的时候还要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我天哪嘛，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了。郭文哲是形容国民党提出的民主初选方案，就敢若砒霜。早起嘛开政策记者会，鼓励有会人当来工课场打造长寿经济。3大建议包括对55岁以上提出壮世代文化运动，政府带头正名，把有会人负面的标签拆掉。过来是成立第3人生大学，退场大学永生存化，互壮世代积极来追求人生。过来是社会正义的转型，消除世代的社会争吵。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是无公开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三军总病院进前有收到一个32岁印尼籍查甫看护工，来台湾6年期间拢无转去过。经过检查，发现讲伊去感染到汉生病，也就是咱民间所讲的泰国病，引起这手甲骹开始伫咧烂，胃肠出血，落尾急救也是救无转来。医生认为讲，有可能是来台湾进前就去感染到啊。这32岁印尼籍女性看护工被送到病院时，司机皮肤已经严重烂起，骨头去掉。个案发病进前，捌出现一阵关节痛痛，杨过唔捌去看医生看，后来病况恶化，转诊到医学中心。经检测才发现，原来个案是得到汉生病合并罗氏现象的罕见案例。赶紧手术治疗，也是因为胃肠道出血加其他并发症，断医将近2个月，也是不敌死亡。初步的话，判断说它可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造成的一些血栓的一个情况。那后来有找皮肤科跟外科介入之后，然后共同一起努力的话，在它一些发病的一个组织的地方去取得这个检体。医疗团队讲，汉生病是麻风分岐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将近10年来，台湾每年新增加个案大约是10例到15例，大部分是东南亚地区境外移入。主要是侵犯皮肤的黏膜周边的背神经，所以讲皮肤有红色也是白色的斑地。若是严重司机的烂起，这个病稳重期达到20年，因为个案来台湾6年唔捌转去，医师怀疑这个案来台湾进前就已经胃到，而且个案也合并罗氏现象，也就是过敏反应引起排斥性肺管炎，才造成伊的病情快速来恶化。
合并罗氏现象的话，大概会很严重的这种血栓啊、血管发炎的情况，所以进展非常的快速啦。那如果说没办法早期再发现，然后给一些适当的处理的话，大概就会很严重了，就会致命。医师提醒民众，若是有长期去东南亚旅游，也是讲当地医疗的民众，出现无正常皮肤的症状时，千万唔通疏忽一寡罕见的疾病，像汗腺病，请赶紧到大病院做详细检查，以免延误这个病情。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会用电疗来复健，食药署和医生拢警告讲，有些个人，也有这斗心率调节器的人，甚至是氧气的病人，上好是唔通使用。而且强调讲，这电疗的强度呢，唔是愈强愈有效，伤过强才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烧甲臭赤。卢小姐是上班族，工作时阵需要用电脑拍字，电疗肩胛头、阿妈棍酸痛、手麻、手抖痛这问题，所以下班了后有时阵会使用电疗机器来舒缓酸痛。平常使用电脑的话，本来肌肉就会稍微比较僵硬一点，那这样子局部整个刺激下来的话，我觉得整个体验感是很舒服的。不过利用电疗仪器都爱设置，小苏表示，福建电疗常常疗程是金马电刺激器，借电动式金马刺激器来接触体表的电极电流，中和刺激运动神经，和金马收缩，有缓解金马酸痛。中风了的神经金马佮训练，防止金马萎缩加增加筋力，这个效果。不过，医师警告，电疗强度不是愈大愈有效，若是射伤过强，恐惊造成皮肤受伤。也建议唔通买来到不明的电疗仪器。年纪大，皮肤薄，脂肪比较薄，那对于疼痛的这种感觉比较不敏感，所以一般还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去做。未经许可擅自制造贩售的话，会是有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1000万以下罚金。医师提醒，电疗不是人人拢适用，尤其是有心的妇人，体内有心率调节器、氧型的患者，可因为电疗发病。另外，皮肤有空脆，或者是身体淡也免使用，则袂去电到，确保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有效治疗酸痛部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个80多岁老大人，伊真爱爬山，不过伊正脚的脚头骨关节受损真严重，做手术该换人工关节，说互细菌感染到。落尾这团队呢是用3D 列印的方式，做一个新的人工关节来甲治疗。手术的第2天就会当自由活动咯。用助行器行路行甲真侪，坐落来了正脚还阁会当春救，完全摆脱手术失败阴影。今年81岁的江阿伯，少年时阵真爱爬山，但是正脚脚头骨关节磨甲萎去。1年前开刀换人工关节了后，煞又阁肿又阁痛，服用抗生素也无改善。转院检查了后，才发现是细菌感染，一直肿起来，很痛，痛到这个都是很红了，痛到好像快要没有办法走路了，就吃这个抗生素。他说1个疗程要3个月，结果停了1个礼拜。就又开始肿起来，又开始痛了。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平均每年有1.5万人换人工关节，手术了后感染大有1%的发生率。医疗团队是以新技术放入去3D 列印活动型骨水泥，取代传统手做活动型骨水泥，让江阿伯先控制感染。因为关节手术了后第2天就会当自由活动，因此会当减少关节挛缩、走精，也有肌肉萎缩等问题。后续换人工关节的时阵，也会当有效降低无爽快甲并发症。医生自己手做的活动型骨水泥，但是这个形状不好，那这个稳定度也不好，那所以病人在活动的时候容易脱臼。我们现在做这个3D 列印的骨水泥，它的这个力学，我们在电脑上用3D 列印的技术优化得非常好，并发症大大的减少。医师提醒，人工的脚头骨关节手术了后，若是有痛、肿、有人的状况，治疗了后无改善，就有可能是感染。若无及时的治疗，会有一直手术挽掉人工关节的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失去关节功能，一定要谨慎。记者台中报道。
在咧高雄罗德区航园区的一大工地，今下晡2点多，发生这土堆放落来2个工人放大地内面，其中一位是50岁的查甫工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另外一个是脚受伤送病院治疗。消防局表示，讲这2名工人进行这消防管线要带入去的工程的时阵，却无设立互这土柜的放落来地着。这消防局是出动7台车15个人，现场有1名呢，差不多是50岁的查甫工人，从坎在内面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那另外一位是64岁查甫工人，下半身放地着，救出来意识正清楚。南区管理局也等咧了解这个事故原因。目前当咧施工的基隆市爱山路旧北东路大楼，今仔日的顶仔卡的这个天棚呢，却是落真侪砖仔角落来，加在是无人经过。市政府是派人到现场稽查，认为是无甲这安全防护做好势，当场开罚单，也限制工地一档必须爱先来停工。一大堆砖仔对顶仔卡的破坑落落来，出去的砖仔伫涂骹散喷喷，好在早起当阵无人经过。代志发生伫个基隆市爱山路旧麦当劳大楼遐，麦当劳结束营业了后，这栋大楼最近咧整修，未来会开服装店。代志发生了，施工单位是围封锁线，嘛较紧甲这碎砖仔变变的。本来我是这个期的我要封起来了，可是又考量说这动线那么多人哦。不好意思，可是现在我可能要封起来了。特别建议啊，基隆市政府应该尽速督促厂商，让他能够赶快把这个老旧的天花板全部都先把它打掉。市府人员去现场看，认为讲是拆除的过程中，砖仔对排风管落落来，无做安全防护，当场开罚单要求停工。砖块掉落，途经的民众有通行的危险疑虑，会针对起造人、监造人及承造人分别各处新台币3万元的罚款。市府强调讲，已经要求施工单位封锁施工区域，确保民众通行的安全。会等甲施工单位改善了后，市府审查通过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真罕哦！伫咧云林古坑有一间幼稚园，传出2名教保员，甲这车撞真车齿的囡仔呢，用铁布打伫涂骹，抑个椅仔顶。幼稚园调监视器出来看，才发现讲有5个囡仔捌互教保员安尼对待过。通报了后，这乡公所按照路基法，甲这2个教保员洗头路。教育处表示讲会安排囡仔接受心理辅导。幼稚园逼出不当管教的行为，这间伫咧云林古坑的幼稚园，9月23日传出，因为2岁外的囡仔爱耍，幼保员无囥倒，颠倒是用透明的帘布该绑在椅仔含涂骹顶悬。有职员发现了后，甲园长讲，2个幼保员承认讲有不当管教，承诺以后袂个安尼，得到原谅。但是有家长进一步去问，园方调监视器才发现讲，不当管教是毋拿这个事件，受害人数是到5个人这么多。在9月13号开始到带来看的话，才发现不是老师讲的那一件，只有1件发生1次的事情，所以园长又马上启动通报县政府，启动调查，已经是严重的不当的对待孩子，所以我们是采取跟他终止合约。园方讲对这2个不当管教的老师，10月11已经要求因袂当带班、袂当进班，后壁停职接受调查，2个人嘛拢提离职。不过，高溪乡公所认为这已经违反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幼稚教育和照顾法等等，照路基法，甲2个人洗头路。其实他的事证很明确啦吼，所以我们在会议里面也是直接指示我们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进到园所里面去做调查。调查完之后呢，会针对这个事件，会有后续的处置方式跟建议的处理方式，让园所去做处理。云林县政府教育处讲，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成立调查小组，派人去幼稚园来了解，因为影片的事情真明确，1个月内会完成调查报告。另外，会安排专家人员去学校来关心囡仔的心身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新林游乐区内面呢，拢有一个高山仔会来甲游客抢物件，甚至是去偷摕店家物件来食。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家己分署本地要用管的方式，不过对9月开始呢，因会把这高山仔掠来拔掉，甚至是淹掉，希望会当减少含人类冲突的情形发生。
春天花开的时阵，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唔但游客真济，嘛有真济乌鸡狗，人和高山那手食米的代志嘛，发生甲愈来愈接。原本林业保育署甲技分署是组巡护队去监管，但是冲突同款发生。9月开始是用诱捕的方式去掠较特殊的狗，除了检查因敢有喂着病，嘛用米虫的方式甲因绑起来。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抓来结扎之后，我们不会放到原来的地方，我们放在就是异地野放。林业保育署伫台东治本和丁仙桥、武陵、阿里山这所在，透过绑条来控制乌鸡狗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人狗的冲突。台东丁仙桥有252只红绑条，等政府嘛去发乌白干饲的人，初步已经有效果。整个族群量来讲是有慢慢控制下来，那就是一些人口冲突的这个状况哦，那有减轻，所以我们阿里山地区哦，可能也是会朝着这个样子去试做看看。但是乌鸡狗共存推广协会认为讲，这不是治本的方法。秘书长林美妍讲，日本有名的地狱国高山那这门全基景是啥真侪游客特别去看，并无看到人狗的冲突，就是因为入园袂当炸食米，袂当伫园区食物件，减少冲突应该对游客这边来做。因为是人的行为去影响到野生动物的行为，我们如果加强游客的规范跟游客的教育，会比我们去结扎野生动物或者是把野生动物驱离，才是真正的方法。伊认为讲哪行哪食，也是塑胶落甲空看现现，这是冲突的关键，应该想办法规范，也是禁止这行为。林业保育署讲，除了甲因绑条嘛，继续宣导，莫甲因吃，莫和因接触，和莫甲因干扰这3个原则。不过，毋是逐个地方政府拢有自治条例会当去处罚乌白干饲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北新北报道。庙会常常看到的东亚这形象活泼个古水，为了要让大家亲近台湾的家庭文化，团结中心今年举办新东 Party， 邀请100仙的这个东亚呢做伙来参加，招民众做伙来参与咱顶头文化的嘉年华。在松下混童子，严师长要去，大头像大雨布。舞台顶有电影《三太子》东亚国校跳 hip hop， 你敢有看过？新东团伫台湾的民俗活动中接看到，因的形象活泼古水，定会和民众互动，扮演束缚的角色。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伫今年斗阵区的活动以新东 Party 做主题，这届项目有100仙东亚行街路落地扫，也有市啊和 DIY 活动，要甲咱的顶头办做嘉年华。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神童，好，那所以我讲讲，趁这个机会，让台湾同奥妙的这个信仰文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或大家拢怎样。这届活动除了室外顶头表演，伫台湾戏剧中心也有室内的开幕演出，表演的元素结合拍鼓、南北管，也有 hip hop 等等，要让大家看到顶头文化创新的能量。今年嘛邀请到宝岛神很大的主持人来做宣传大赛，望招民众做伙来亲近顶头文化。你现场就会当看到，不管是顶头啦，传统的顶头，还是创新的顶头，其实才拢看得到。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当甲囡仔讲啊，这是啥物？咱的太子是啥物神明？还是讲这个古水的这尊是啥？啊，就变做讲，我加一个会当甲阮囝、阮查某囝做伙来佚佗，会当甲伊互动的一个物件就对了。今年活动分做11月11和12两日的游行表演。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除了邀请到文珠保存新婚的家庭团体来，也佮有请幼稚园囡仔所组成的新众党啊，要来和大家做伙闹热。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南的社内社区呢，用半冬的时间编写一本台语罗马拼音绘本，佮结合 QR code， 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时代也发表因创作的歌曲，让你们渔夫蔡基然也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这社内发展协会是认为讲，即马是振兴本土语言上介好的时间，因也打算讲要印1000本的绘本，捐予在地学校。大妈家。阿公，时代靠罗马字念咪就念出来，真无简单。这本台语罗马拼音绘本是台南社内社区台语班的学员参老师用半冬累积的成果，因特别办发表会小解册内容，特别的是内底有540个图样，到 QR code 通扫，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有人写书谱曲分享作品，陆立文渔夫嘛到场参社区吟唱做交流。老师咱一面教阮话，一面教阮罗马拼音，
迄个发音。希望讲老师的歌词会让借着这个真正好听的旋律，好甲伊传播出去。将台语推送给全台湾来，这些少年人拢会晓写，会晓看。会晓读。家己发音要安怎才会准确？台语老师当洪静指出，爱靠罗马拼音来辅助。经过了解，18当前全台湾头一摆出现书写的文字号做新港文书。目前台南其他业族有咧使用。当洪静指出，台语参新港文拢用罗马拼音系统，以减记过，可以当传传在地文化。伊嘛带细汉囡仔行出社区，参众人分享所学的歌谣。老辈来带着这孙仔辈，安尼来做伙来交流吼，这是一款文化，嘛是一款亲情的迄个交流吼。咱若惯习这时吼，咱得即卖台语也好，还是未来咱要来推广这个希腊语也好，拢会感觉一个真方便的一个工具。社内发展协会讲，因按算用1000本绘本，被捐予在地各中小来做教材。未来嘛计划继续出版正改版的母语绘本。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秘鲁和波兰的科学家利用3D 技术，重建一新印加帝国时期的大师，也就是这木乃伊的面貌。伊是一名伫咧祭典当中放献出去的15岁少女。伊伫咧迄火山的山顶，却因为迄个所在长期结冰，尸体是冰超过500年，才互人类学家挖出来的。甲白色的刀仔掀开，困真久的印加小女木乃伊胡安妮塔真面目将有公开呀。秘鲁加波兰的科学家借助3D 的技术，重现伊伫5世纪进前的面貌。28 years later, it's been done. It's been done in a magnificent way. I mean, she has this pensive look. It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someone with great ability in this kind of work. 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莱因哈德伫秘鲁的安第斯山脉附近的一座火山，发现互冰封大约500年的胡安妮塔。尽管天气和遗体保存得真好，推测伊当时的年岁大约是14到15岁。When I looked at her, I remember thinking, what a pity, because we knew the rest of the body was really well preserved, that it was exactly the face that was most exposed and therefore most difficult to kind of be able to replicate.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专家经由长针扫描加3D 的技术，那重建胡安妮塔的外表，更加进一步了解伊的死因。Fue descubrir que la Juanita fue matada por golpe en la cabeza y podemos ver en la escanos de tomografía que la cabeza fue rompida por un golpe muy fuerte. 研究人员发现，胡安妮塔头壳骨有一道5公分的壁唇，可能是规世时阵和骨仔也是印加武器甲降落去。原来伊出世伫印加帝国时期，推测当时民众为着祈求丰收，也是防止天灾，甲也是少女的胡安妮塔献祭予神明。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1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